昨天国民党正式通过提名侯友宜参选总统的时阵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咧人面册强调讲，真实的民意永远大过党意，伊袂互支持者失望。昨天下晡，伊嘛有去花莲，伫咧国民党立委鲍坤基等人的陪同之下，参加当地丰年节。然而对选战的议题，伊是无要回答。 得到当地原住民的传统舞蹈节奏，躺只脚做阵跳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23到花莲，行程正轻松。伫咧国民党举行全大会同一个时间，郭台铭伫咧 FB 发文讲，真正的民意永远大过党意，强调一定袂互大家失望，会互大选加政治带来新的风格，互大家认为伊是要参选到底。我到花莲去参加活动，我想。 回来再给大家报告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这就算是类参选吗？谢谢大家。花莲县长徐正伟早起无去国民党全大会，一路到红赛国民党立委霍坤基亲自接待郭台铭，民众也热烈的欢迎。敢若是要行到丰年节的舞台，就行半点钟。台湾文明，台湾之光，让台湾走向世界。我很少听他支持讲话。 他每次到每个地方都很抗拒支持，因为他会做事，台湾人民真高做代志。郭台铭伫咧花莲时阵，对民间的问题拢无回答，究竟是毋是要参选？大家拢伫咧摇，也等咧要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